上嘅大車隊啊。係啦，咁我哋見到時間咧，拿斯亞再次刷新咗自己嘅時間，咁上到去第一位㗎啦，2分13秒429啊！哇，好犀利啊！咁啊呢位即係巴西車手，唔係話未完啦，咁啊響呢個圈咧已經係咁啊企咗頭位㗎啦。嗱，睇下阿比切翻嚟嘅時間咧係可以上到幾多啦？因為頭先咧幾個隊友咧就係同佢護航啊，去到下面大直路咧就特登讓開條線咧俾佢過。咦，咁個時間都係唔係好掂喎？即係其實關唔關係個車手本身嘅事咧？可能重新上路嗰段其實做得唔係幾好啊。唔係有一段時間有上路嗰度咧就發結翻之前有架慢車啊，阻咗佢哋啊。但係好肯定咧，就係拿斯亞第一咧，暫時咧馬利係第二嘅，韋特文跌到落去第三㗎啦。哇，布達斯係第四啊，咁之後有啲雲科爾同埋關口紅飛㗎。我相信咧就係今年度嘅呢個 F3咧，都係呢幾位車手之爭啦。當然韋特文嘅呢個狀態咧就比較平穩啲，咁啊原因佢做出嚟嘅幾個圈啦，個時間都比較接近啦，個上落冇咁大啊。咁啊再加上幾位嘅對手咧都係要受罰。好啦，咁啊練習嘅時間咧就越嚟越少㗎咯喎。咁啊，大約即係得翻12分鐘左右，咁啊真係要爭取時間㗎啦。係咪亦都可以預期咧？咁啊，接住落嚟嘅呢個排位賽嘅戰況越嚟越激烈㗎啦。因為見到咧，其實啊頭幾位嘅距離咧都唔到1秒㗎。咁啊，鏡頭仍然啱啱捕捉住阿比切。咁啊，睇下佢落翻嚟可唔可以做翻個好啲嘅時間啊？因為咧，依家佢嘅時間其實就唔係好理想啊，仍喺呢個第18位嘅啫。咁阿比切其實喺上屆賽事都有幾突出嘅表現㗎，喺呢個正式比賽裏邊咧，曾經一度咧係上過第一位嘅，不過可惜因為太過急啦，就喺科利庫附近就發生咗意外啊！曾經一度係爬咗莫塔拿頭添㗎。不過就話後尾一爬頭咧，就喺嗰個圈就發生意外啦。係啦，呢度咧就見到兩部嘅 Toms 車隊嘅車啊，呢部咧就係巴特利嘅車啊。咁巴特利就今年喺日本三級方程式比賽表現都唔係話太理想，咁啊全年咧就只係排喺第5位嘅啫。咁啊，佢曾經亦都攞過呢個太平洋寶馬方程式嘅年度總冠軍嘅，咁今年就去咗日本方面發展啦。好啦，翻嚟啦，阿比切睇睇個時間，咁就快咗少少咁去到第11位，咁做出時嘅時間係2分14秒513啊，咁就好咗啲。你呢度好似係咪有少少意外啊？部車就係慢咗啊，就埋葡京關之前嘅。韋特文就上翻頭位啦，咁啊2分13秒161啊，咁啊啱啱試完呢個圈之後，咁啊同隊友咧就做個即係戰術嘅安排，咁啊而家結果咧而家排翻上第1位啦。嗰韋特文喺呢2日以嚟嘅表現都幾平穩啊，好平穩啊！咁啊，而且你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咁啊又同佢差唔多實力嘅對手啦，亦都係響排位方面可能要被罰嘅，咁啊所以佢如果今日攞到個頭位即係出賽的話咧，咁啊佢就好着數㗎啦。嗱，以前列分子嚟講咧，而家暫時領先嘅韋特文啦，第2嘅拿斯亞啦，同埋第4嘅布達斯啦，同第6嘅關口紅飛咧都唔需要罰嘅。係。都暫時係清白之身啦，但係暫時第3位嘅馬里同埋第5位嘅雲科爾咧，都係有收到罰單嘅。咁啊，如果咁樣睇翻個排位，咪關紅飛嘅着數喎。咁啊，如果而家第6位咁樣個時間的話咧，佢進佔上2級係嘛？去到第4㗎啦。係啦。咁啊，呢位係日本冠軍啊，相當之有實力㗎。咁而家呢個車嘅內置鏡頭就裝喺轎車雲科爾上面嘅。雲科爾暫時就喺呢個第5位啊，做咗個時間2分13秒973。雲科爾就係上屆澳門舉行披住3級方程式大賽嘅亞軍得主啊，就只係咧輸俾呢個莫塔拿啫。咁莫塔拿今年雖然都會翻嚟澳門啦，但係就冇參加第三級方程式比賽啦。咁呢度有個有一個車甩咗啲嘢出嚟喎，呢個應該係27路車嘅艾力神啦。哇！真係冧計㗎喎，似乎係咪？頭先手慢啦嚇，咁啊。咁啊，其實頭先咧都見到艾力神咧喺個維修站嗰度咧整咗好耐先出嚟㗎。係啊，所以佢現時都未有時間做出嚟嘅艾力神係。係啦，咁啊，但係始終出到嚟都係做唔到時間啦。咁啊，舊年咧悉尼隨車隊就威威啦，咁睇下今年咧可唔可以延續呢個強勢啊？咁今年有5部車出戰㗎。
咁啊，即係1、2、3、4、5號都係斯利場車隊啊。咁啊，但係其實斯利場車隊今年咧喺歐洲方面嘅成績都唔係話太理想啊，只係得韋特文就比較好啲，攞年度嘅總亞軍。咁其他嚟講咧，雲波爾咧全年只係攞第6㗎，咁呢個阿比切第7，而文諾斯就第8嘅啫。我仍然咧就係幾位車手係勾住咧，都係自己隊友啦，包括咧就係韋特文。咪而家開始咧就係上到加斯蘭嗰條斜路啦，咪睇下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快啦，成為第一個咧係跌落12秒嘅呢個車手啊！咁上路而家有其他嘅慢車阻住喎，係咪自己隊友嚟嘅咧？望一望應該係喎。係啊，因為佢哋一直都係幾部車就拍埋一齊跑㗎，輪住做。係啦。咪至於下邊就有理冇理啦。馬里咪雖然而家個成績都幾 OK 嘅，咁但係要即係佢貼住張罰單都係唔好搏啦，反正都係要吞落喺後邊嘅。咁我相信咧佢係要控制啦。咪因為如果你炒咗嘅話咧，分分鐘係整唔翻，連玩都冇得玩添。因為尋日咧馬里已經發生過意外㗎，唔夠零件啊！我驚等佢。車隊磨成晚同佢整翻架車㗎啦。咪其實呢啲咧就係即係比房車係要易整啲啦，因為好似砌模型咁咧，斷咗一隻腳咧就砌翻上去啊，斷咗邊邊就砌邊邊。哦，呢邊咧真係兩架車插埋啊！韋特文嚟㗎，唔係阿比切啦，巴特利啊。哦，係啦 ，Tom 車隊嘅巴特利同埋呢個嘅阿比切啊。哇！連人帶車調走喎，咁啊即刻嗱臨咧就係移走咗嗰啲車先，因為有2部啊，咁啊嗰度得1部吊臂車啦，咁所以咧就係要分2次去做，咁啊都要嘥多少少嘅時間啦。都費事等啦，連人帶車車手唔好落嚟住啦，跟埋車一齊走，一齊翻去。咁啊，阿比切出現意外之前呢，時間都係麻麻嘅啫，咁排喺第11位嘅咋。哇！巴特利啱啱 pit 度行翻出嚟冇幾耐嘅啫喎，頭先見佢仲喺 pit 嗰架車。馬里咁啊，而家上到去咧就係上面啦，海角遊雲嘅方向啦。咁啊睇下佢做出嚟嘅時間咧，會唔會啊係再一次超前啦？咁啊競爭對手咧就係韋特文。咁啊，而家大約咧都係爭1%秒啦。咁啊，睇下馬里啦，翻嚟直路嘅時候做出嘅時間點啦。咁啊，但係頭先咧亦都見到咧，上摩羅園灣度咧有車就失事。咁啊，嗰度會唔會阻一阻佢㗎咋？咁啊，因為佢而家同埋韋特文啦相差啊嘛0.102秒嘅啫。咁啊，可以做多3個圈喎啊！而家時間係啦，咁啊，仲有6分零鐘嘅時間，咁亦都係氣喐所在啦。咁啊，馬里呢個圈嘅時間就唔係話突破唔到自己啊，咁啊2分13秒26嘅時間嘅，咁啊依然都仲排緊第2位。係因為應該頭先我睇下呢度啊！哎呀，收唔切啦！哎呀！哇！好在後邊韋特文收得快啊！哇，2部車搶避開，咁醒目啊！呢下收唔到啦。係咯，咁啊，成日3架西力場嘅車隊，佢自己嘅隊友都避得開㗎。哇！郭鴻文好彩佢兩個隊友避得開咗，如果頭先佢戰術真係攬炒咯，3架車炒埋一齊。我睇下點算啊！4架車一齊要整真係。咁啊當然啦，都有時間嘅。咁啊而家仲有5分鐘，咁啊個形勢方面咧，仍然係會有個變動，因為講緊咧係有6位車手啊係 under 14秒嘅，即係2分14秒樓下嘅。咁啊睇排位賽咧，我哋睇到呢度咧，都覺得啊係非常之激烈啊！咁啊大家都係互相有超前嘅呢個動作。咁反而即係我哋講下即係題外 F1 嗰個排位賽咧，我就覺得係個 QV 咧唔係咁好睇。係啦，好多時啲車隊為咗讓太咧，或者明知道唔夠啲大車隊爭㗎啦，咁啊可能都留翻正賽先嚟啦，就唔出嚟。有冇發覺嚟嚟去 QV 都係得6部車啊？係啊，好離譜啊！咁啊，所以咧就係呢個國際車聯會好似話想改，但係最終改成點咧就真係唔知啦。即係有待公佈啦，但係真係要改㗎。如果唔係咁樣真係唔掂啊，俾好冷場啊！係啊，咁我覺得而家即係呢個仲比 F1 嗰個更加精彩添。好啦，咁啊仲有4分鐘嘅時間啦，韋特文仍然咧就係企喺呢個榜首啊，即係排位賽嘅呢個榜首啦。馬里第2，咁啊形勢係冇變過啊，1、2、3、4、5嘅呢個位置都冇變過嘅。
咁啊暫時最快圈速韋特文就2分13秒161啦。咁但係咧喺舊年呢一項賽事排頭位嘅車手咧，莫塔拿係做到2分11秒165㗎。咁其實仲有一啲距離爭成2秒㗎。不過有個原因就係咧，可能因為呢兩日天氣都唔穩定啦，俾啲車手咧都唔係話太多機會喺乾地情況之下做到一個調校同埋一個測試，咁所以變咗咧圈速都有少少差異啦。咁話翻轉頭啦，咁啱啱先咧馬里仲出咗突破啲嘅時間喎，咁2分12秒854啊，咁上翻第一位啦。都係第6位。如果真係上翻第一位就都係佢要罰10個，佢要罰10個位啊！哎呀，去到第11位㗎。係咁啊，所以上訴打得甩啦，係啦，佢打一張都好啊，係嘛？打甩張都好啊！而家目前就2張罰單，但係機會都唔大咧，罰單出得嚟都好難打得甩㗎。因為而家時間就佢做得幾快啊！咁啊，而韋特文咧而家暫時嚟講2分13秒161咧，就暫時仲係保持住啊！咁啊，頭先最快個自己本身嘅時間。啱先咧就係見到伯特利啦，以及咧就係亞比切咧企咗喺炒車嘅位置係傾緊偈嘅。咁其實兩個都即係冇咩好嘈㗎啦，因為呢啲意外。大家都冇理大家㗎，大家收唔切撞埋佢啫嘛。因為伯特利本身條線都唔啱㗎，所以指咗埋佢啊。就係點解會行嗰條線嘅咧？我哋又唔知。前面嗰兩架都走得甩啊，佢走唔甩。咪仲有2分零鐘啊！我哋睇下呢2分零鐘個位置咧，會唔會有轉變啦？因為頭先話哇，彈咗個無端端咧就係彈咗個達哥斯達上嚟喎。個達哥斯達咧就係2分13秒115，而家咧排到呢個第2位，韋特文咧就係飆晒冷汗啦，因為而家跌咗落第3。達哥斯達其實今朝嘅練習賽佢係炒咗車嘅喎，喺上路炒咗車嘅喎，喺嗰個嶺南灣度係第一個炒嘅。係啦，咁而家佢又咁快脆上到嚟第2位。一直都唔起眼嘅呢個車手。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彈咗個黑馬出嚟。嗱，其實2分13秒呢啲時間絕對唔快嘅，一啲都唔快嘅。咪點解咧？因為馬里咧而家可以做到2分12秒啦。咪開始咧就係搏少少啦，搏少少咧就成為全場第一個咧跌到落去12秒嘅呢個車手啊！喂，如果照呢個成績，即係假設冇人再突破嘅話咧，馬里要被罰嘅喎，咁即係達哥斯達咪變咗排頭位係啊，葡國之光啦，因為葡國咧就係得佢一個車手嚟參賽啊嘛，呢個今屆賽事。同埋佢話車個拉花都好有葡國色彩㗎，直情葡國國旗擺喺度。係啦，咁我哋見到咧 Toms 車隊嘅森斯都做咗一個唔錯嘅時間，咁啊上咗第5位㗎，咁啊2分13秒407啊。其實布達斯都快咗㗎，2分13秒192啊，咁啊都係喺第4位啊。反而我已經覺得啊，韋特文要搏添啊，咁啊如果俾達哥斯達排咗頭位。咁啊！而家仲有一個圈可以做時間。嗱，而家我哋畫面都好少捕捉到呢個達哥斯達㗎嚇。完全冇見過啊！佢做咗個第2位，我都未影過佢架車。係啊，所以睇緊有冇機會啊！畫面捕捉下佢啦。呢個超級黑馬，好神秘啊！咁啊，對於觀眾嚟講，得翻1分鐘，相信咧就係翻到嚟咧，睇下可唔可以咧係偷雞啦，做多個圈啦。咁啊，相信都唔得㗎啦。咁啊，好多車手咧而家都仲喺上邊，得翻50零秒。其實達哥斯達今年咧都只係參加過幾場嘅英國3級方程式比賽，因為佢今年咧主要都係參加 GP 嘅賽事㗎。咁佢全年度總成績咧係排到第13㗎。其實一路都唔係一個好起眼嘅呢個車手啊，咁啊反而真係韋特文嗰支車隊慘喎，而家得佢一個咧就喺前列嘅位置喎，其他幾個隊友全部咧都係跌晒出去10大之外。咪當然啦，排喺第9嘅仲有一個就係雲科爾啦。但係雲科爾都有將罰單跟起身啊，即係其實都可以放棄㗎啦。咁啊有機會喎，睇下韋特文可唔可以呢個圈速啊做得快時間啊？咁啊因為頭嗰2段咧佢已經係都快咗啲㗎啦。好啦，好快啊！咪出完呢個彎唔好有事啊，即刻翻到嚟，仲有5秒可以做啦佢。哎呀，啱好。冇錯，韋特文咁啊做咗時間，睇下應該有機會上翻去第1。上翻第1啦，係啦。係啦，2分12秒790啊！哇！你做快咁啊，另外咧就咁啊馬里亦都話做炒咗車，可能搏得滯啦，佢都想搏圈速啊！拿斯亞就喺第6位㗎，本來就做咗嘅時間2分13秒429。咁啊冇得做啦！而家咧就係個位置睇下其他車手會唔會係超前佢咧？如果唔係咧，聽日將會係喺第6位發車。我睇一睇個罰單有冇佢份先。拿斯有冇份？冇份，咁咧即係應該可以噴前啲㗎啦，因為前面嘅馬里咧就係肯定會被抽走嘅。好多車手翻到嚟已經係衝線㗎啦，咪而家剩低喺上路呢一紮咧，翻到嚟將會完成埋最後一個圈嘅比賽。咁啊，韋特文咧頭先偷到雞啊，仲有就係2秒鐘啦，啱啱就係衝線，可以做多圈。我睇下佢做唔做啦，因為而家都企喺呢個首位啦，馬里就要罰後啲啦，咁所以咧做出嚟